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海军的屯务舰队700外的官兵为高雄左营落军舰，随个拢是坐交通工具来回乡，所以高铁甲台铁嘛是防疫消毒的重点。这个高铁已经针对各列车甲车头深化消毒，若是有疑似，或者是确诊的病例，或者是居家检疫隔离的人员坐过车帮，这个座椅的椅套拢总换掉清洁。台铁嘛来增加着手扶梯的清洁机，甲高温高压的蒸汽机，来强化着防疫的工作。搭乘火车请戴口罩。旅客南来北往，经过一定的留下痕迹，和这个大型的车头变成防疫重点。台铁提升清洁能力，针对旅客被蒙到的所在。比方说可以针对不锈钢的一个消毒擦拭，针对扶手的消毒擦拭等等。这个清洁机2点钟对定时清洁一摆，喷消毒水。和人客蒙到的所在，拢总有切过消毒过，嘛替清洁人员省袂少时间。便所嘛拢爱消毒，除了讲用喷雾机消毒。马桶部分嘛用高温高压的蒸汽机来确保清洁。车上里面的话，我们这些都出发18分钟，我们也会做一个清洁消毒。穿防护衣，共款强化消毒能量的，还有台湾高铁车辆送回基地了，拢会彻底搁拼过。疑似确诊、居家检疫，也是隔离等等高风险的旅客，伊坐过所在，以外步拢会搁换过，或者是病毒散播风险会降到最低，来确保民众坐车安全。